大家好，又見面啦！歡迎嚟到 Coffee with Craig，我係 Craig Hamilton Parker，一個靈媒。喺呢個節目入邊呢，我會講下未來，講下世界發生緊咩事，亦都會試下用靈性角度去解釋下我哋身邊發生緊嘅事。今日呢，我會講下我對2025年11月嘅預測。雖然有啲遲，因為今日其實已經係11月4號，不過呢，我都會試下今日做嘅預測。今次會貼地嘅，我哋之前呢都試過咁做。效果咧都幾好，咁所以今日咧又再咁多次，再次歡迎大家嚟到 Coffee with Craig。再次歡迎大家收睇我哋嘅節目。如果你中意呢個節目，唔該俾個 like 支持下我哋啦。我知你可能之前已經 like 過一次，但係每次都記得 like 下，因為咁樣可以幫到演算法知道你真係中意呢條片，亦都證明呢條片有人 like。如果你係第一次佢嘅話，記住訂閱我哋個頻道啦。好啦，今日我想集中講嘅比較另類嘅嘢嘅。你都知咧，我成日都會預測下嘅新聞入邊可能會發生嘅事，但有時我都中意分享佢比較特別、唔同尋常，甚至係我冥想時嚟到佢哋，想同大家一齊分享下上個月10月嘅靈異預測入邊。其實我有啲預測都中嘅，例如話，首先我哋上個禮拜發生咗一啲事，上個月唔係咩？我講中喺博物館打劫嗰單嘢，上次都提過啦。仲有我講關於安德魯王子嗰啲嘢都中咗唔少，依家好多都已經曝光咗。特別係我講嘅會被送去桑德林漢姆，當時我都覺得好奇怪，但係佢真係會喺桑德林漢姆有新屋住，而唔係住喺溫莎或者其他皇室地產，所以呢個都中嘅，真係幾特別。仲有我提過一單火車襲擊，呢度有段片係我講嗰時嘅內容，呢個係我想為未來做咗一個預測啦，因為我見到係一個好生動嘅夢入邊見到，所以我都想同大家分享，因為真係好突然。我當時就諗，咁到底係乜嘢嘢？佢冇辦法將佢同我生活中正在發生嘅事情，或者我喺電視上睇到嘅嘢，或者諸如此類嘅事情聯繫起嚟。佢似乎並非源自我嘅潛意識。我喺火車上邊倒4個持槍男子，好嘅，所以呢件事會同4個持槍嘅男人聯繫埋一齊，而且呢樣嘢似乎仲牽涉到一列火車。而家我冇咗啦，我完全明白呢一切係點樣回事。但係正如你從我其他嘅預測中所知，佢哋有時會似咁有啲模糊不清，而呢啲預測反而成咗最有趣嘅，因為之後會變得更加清晰。因為我目前並冇根據媒體報道嘅信息做出預測，呢個完全係憑空出現嘅。有趣嘅係，嗰係一列老式火車，你知道嗎？所以我懷疑，如果呢件事真係發生咗，似乎係我嘅潛意識咧喺度指引我去某個可能有類似火車嘅地方，咁等我感覺咧就進行一場刺殺。所以關於我做咗呢個預言咧，最奇怪嘅地方就係件事就喺我同 Jane 食啲嘅地方隔離發生，平時唔係冇嘅。不過今次我哋經過 Huntington 去探 Jane 阿媽，順便喺嗰度間餐廳食嘅。而呢件事發生嘅地方，其實離我哋嗰陣食緊嘅地方，只係行幾步路咁㗎。之後咧，我哋見到新聞頭條咧，真係嚇親，因為我哋仲喺度講 Huntington 幾咁靚，幾咁典型英國小鎮，真係一個好靚嘅小地方。有啲乜嘢小綠洲真係幾好。點知轉個頭就見到咁恐怖嘅新聞標題，講緊嘅事就喺我哋坐緊嘅地方隔離發生。你都會留意到，啱啱嗰段片我都唔係100%啱，係咪？即係
我講嘅係火車上有個持槍嘅人，但係英國呢，你可能喺美國冇睇到，但係所有媒體嘅頭條呢，都俾呢起發生喺火車上邊嘅可怕持刀襲擊事件佔據咗，而且佢唔係為咗對付槍手，只有一個人正確嘅，但我感覺我差唔多把握住咗嗰種感覺。你知啦，我講嘅有火車上嘅襲擊呢，我都試過去擴展下。雖然我覺得有啲唔係100%啱，但件事真係發生嘅。其實好多時通靈就係冇運作，你會對某啲事有種直覺，第一下見到感受到佢通常都係啱嘅，但係之後你又會想加啲嚟落去，自己個腦又開始參與，結果就變咗作為一個靈媒同通靈者，我成日覺得你要做一個渠道。等個信息自然睇到你讀，你越係干預，越係想搞清楚成件事係咩回事，就越難可以完全捉到重點。不過無論如何，呢個就係上次出現過嘅其中一個預測。咁首先，不如我哋講下英國最近會發生啲咩事。其中一樣特別嘅就係我哋好快就有預算案要出。我都講咗一段時間，我覺得英國經濟就快會有一個幾急劇嘅下滑。其實我都講咗一排，而家真係開始見到呢個情況慢慢浮現出嚟。傳媒都講緊好多，其實呢啲都唔係咩突如其來嘅事。好似我開始講嘅，呢啲已經係公開討論緊嘅事，仲已經有傳話會加收入稅。不過工黨政府當然一直都否認，話我哋絕對唔會咁做，我哋唔會向打工仔加稅。佢哋對於咩人先算係打工仔打工妹，好似有啲奇怪嘅睇法。佢哋好似覺得淨係低收入嗰啲先算係打工仔，但係人工高嘅嗰啲就唔算，所以佢哋就針對有錢人呢。咁我哋都知㗎啦。但我覺得對於即將嘅臨床預算改動呢，會有好大反應同埋反彈。銀行都會因為呢啲改變大幅調整佢哋嘅利率，我覺得市場都會有反應。英倫銀行都要出手干預，唔可以俾情況繼續滑落去。因為我覺得今次真係有啲過火推得太盡嘅，管理得太差啦。而家大家都覺得係咁。雖然咧，倫敦金融城咧一直都算係支持緊工黨政府，到而家佢哋會見到金融城入邊嘅態度有大轉變，個銀行開始擔心利率都會有變動，對市民嚟講唔係咩好事。到時一定會有好多人激烈要求 Rachel Reeves 辭職，而家已經有人唔滿意嘅，不過我真係覺得到時會有大規模嘅要求。其實點解會睇我講嘅咩意思？我見到好似街頭上有咁移民抗議嗰啲情況，我唔單止聽到有人鬧 Keir Starmer， 連 Rachel Reeves 都一齊被鬧。到時一定會有大批人要求嘅，因為經濟管理不善而辭職。我哋會見到，我都見到一種咁嘅情況。你知啦，有時我就係會見到佢哋，我見到國會入邊一片混亂。呢個可能只係象徵性，不過我感覺到英國國會入邊有咁大件事發生，因為我見到議會入邊嘅人喺自己個位度走嚟走去，甚至跳起身，好似有啲恐慌咁。佢會唔會係有啲咩抗議活動發生，定係有突破？或者甚至係國會入邊有炸彈警告嘅呢？但我真係覺得有好大嘅混亂發生。我覺得呢樣嘢唔淨止係象徵性咁簡單，我感覺到嗰度真係有啲事發生緊。同時呢，我做冥想嘅時候呢，又有一種類似感覺咁大混亂浮現咗我腦海。有時我都會喺夢入邊收到呢啲信息，好似我之前同你講過嘅。但我都見到呢個畫面，我見到一個穆斯林聚集嘅地方着火，大家都好驚慌。同我見到國會嗰種情景，好似而家呢個地方可能係清真寺，又或者係嘅移民酒店，因為入邊大部分都係穆斯林人士。我感覺到呢個係一場有心嘅縱火襲擊。我覺得呢件事係短期內會發生，感覺好近，好似未來4至6個禮拜就會出現。而家喺美國呢，我哋已經見到特朗普開始暗示佢想喺第3個總統任期，同埋呢，你都會記得呢，我由佢第一日上任開始就已經講緊呢樣嘢。我話過呢個人會想喺第3個任期，我話過
一旦冇攞到第二個任期，佢就會想再撳多一屆，就係特朗普。而家已經有越嚟越多呢方面嘅暗示，而且有越嚟越多人講呢件事。正如我之前講過，當時覺得呢樣嘢根本係前所未有，因為要咁樣做就要扭曲美國憲法嘅規則。但我覺得而家呢件事真係會發生，特朗普會真係採取某啲法律行動，開始挑戰我哋需唔需要有第三任期先例呢個概念。最主要嘅法律上嘅改變會冇咗任期尾段先出現，但我真係覺得好快就會有啲行動，因為會有新嘅曝光。例如而家喺英國，我哋見到有人刻意剪接咗特朗普1月6號嘅演講，特登編輯過，令到人覺得佢係呼籲暴動嘅。而國際媒體刻意攻擊特朗普嘅行為喺英國都已經曝光咗，特朗普都有對此發表過評論嘅。但我見到特別係今個月會有啲新嘅媒體勾結被揭發出嚟，而呢啲咁嘅英國同美國都會曝光，會令到成個句式有改變，對於呢件事嘅講法都會有轉變嘅。例如話俄羅斯勾結呢個說法，我覺得好快就會成為焦點，好快就會喺新聞度鋪天蓋地嘅報道。咁至於希拉里競選團隊用個造謠嘅政治假資訊呢，我覺得好快嘅，最遲6星期內呢，我哋就會見到有重大新聞爆出嚟，有證據證明有人刻意想喺上次選舉入邊拉低同阻止特朗普總統。一旦有啲呢啲證據，真係唔知會引發咩法律挑戰，會帶嚟咩後果，例如炒法官魷魚同埋改法律。特別係我覺得佢哋嘅目標係第3任總統任期，所以我見到未來會發生呢啲事。另外，我最近仲有啲好奇怪嘅感覺，完全係無啦啦咁湧現出嚟。我唔知呢個係邊個國家，係歐洲、美國定英國，我唔知。但我睇到風力渦輪機着火啦，其中一處咧似乎火勢非常之猛烈。但係我感覺咧，好似睇到好多咧風力渦輪機同時燃燒起嚟，呢個係咪象徵住啲人正在逐漸遠離可再生能源呢？或者話風力渦輪機遭到咗某種攻擊，定係出咗咩故障？所以我將佢發出嚟，因為我睇到咗呢件事，俾我哋睇睇會發生啲乜嘢。我理解癌啊，我哋好快就會知道。然後我嘅幻象中又出現咗另一件事，就好似我講啦，就當我做呢啲事情嘅時候，感覺就好似透過一面昏暗嘅鏡，但間真我都會遇到一啲完全出乎意料嘅事情。而呢啲嘢咧，有時反而係最有趣嘅。佢哋唔係每次都啱嘅，但係我真係覺得呢個有啲奇怪嘅感覺，因為我見到有動物喺動物園走咗出嚟，就好似喺大城市喺街道上面奔跑㗎。有啲動物由動物園走咗出嚟，咁可能真係會發生佢哋嘅事啦。但係同一時間，呢件事又帶咗一種奇怪嘅感覺，令我睇起咗套戲《12猴子》。如果你有睇過嗰套戲，入邊有一幕就係喺動物嘅條路度跑緊，我哋應該就係12猴子嗰套12猴子啦。入邊就係講有個恐怖組織想引發一場大流行病，咁我就開始嘅會唔會有啲咩疫情嘅掩蓋事件呢？我又覺得接落嚟傳媒咧會有好多新嘅爆料，好多嘢都會曝光，好似而家關於特朗普嗰啲新聞嘅感覺就係一個大揭露嘅時代。但我哋感覺就係有啲嘢發生嘅，而且係過去式喺中國發生嘅，同我哋經歷過嘅新冠肺炎好相似，而且好似有啲掩蓋事件咁。但會唔會有另一單類似嘅事發生嘅，然後又俾人掩蓋住佢俾我哋知呢？呢啲就係我嘅諗法。我都唔知你哋對呢啲嘢有咩睇法。好明顯11月可能會有其他嘢發生，但我只係想講下，我覺得短期內會出現嘅一啲情況，我之後都會拍多啲片講。2026年嗰啲內容，我都會間唔中出嚟片講下。不過呢，佢就係我對嗰啲事嘅諗法。你而家同我一齊嚟緊呢條片，如果你有咩想我哋呢個節目度討論嘅話，特別係呢條片，歡迎你嘅留言度講。因為我知我有時都幾中意做預測，但係除咗預測之外呢，我都想同大家傾下其他新鮮話題。所以如果有啲
除咗預測之外嘅主題，你想我講咧，都可以話我知。當然預測嗰啲我都會繼續做咯。如果你有啲其他靈性相關嘅話題想我去睇下、傾下，或者想我用第二視角去睇下，都可以話我知。記住喺下邊留言同我分享你嘅建議啦。我最近都試下聽 Craig 嘅神諭卡建議，你哋早幾日都見過我 post 出嚟，佢話要退一步，休息下，唔好搞到自己太癲。我哋其實佢都唔錯喎。其實我本來想做嘅通用示範俾你哋睇下熒幕上點操作，但係最後我真係睇到一個實際占卜結果，我覺得易經建議都幾好，唔好做得太過火。所以我都睇住咗幾個新話題嚟講，因為其實呢啲都係我哋人生入邊成日會遇到嘅情況，係咪先？我哋成日睇得太多，做得太多，佢都過頭，搞到自己諗到爆，仲會自己攬到自己，本來簡單嘅嘢都變得複雜難搞。所以呢個就係我其中一個睇法。其實如果你對 Craig Oracle 有興趣，我哋而家仲有5折優惠，你可以喺下邊描述欄揾到詳情。當然，我都好感激大家一直支持我哋工作，特別係成為我 Patreon 嘅朋友，多謝你哋做我嘅 Patreon。如果你有興趣，都可以考慮下加入。所有資料都喺下邊描述欄。網站好快又會有新 reading 上架咁樣，咁如果你有興趣可以留意下。咁另外如果你想買我哋書做聖誕禮物都可以考慮下。咁就係咁啦。最後都要同大家宣傳下，如果你有咩想法，想我討論下世界嘅狀況，或者我哋未來會點走，不如你哋都留言話我知，等我可以揾啲新話題，未來幾個星期會同大家分享。好啦，多謝你哋再一次同我一齊飲咖啡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如果你回顧翻我之前嘅預測咧，特別係我哋太陽報網站上面做嘅預測咧，我其實真係有講過，原文就係話會有一場同生物恐怖主義有關嘅流感疫情。我個人認為，今次選舉中 Liz Truss 應該會入到最後一輪，成為下一任首相。我哋最後會係佢同 Rishi Sunak 對決。我同你講 ，Boris Johnson 都未算完全出局，但我覺得 Rishi Sunak 最終都會成為保守黨下一任領袖。所以我覺得英國會捲入幾場衝突，包括佢哋。我覺得俄羅斯咧會對烏克蘭採取行動。我覺得女王會捱過咗今年嘅白金禧年，但我覺得之後咧，女王健康咧係會突然急速惡化。我哋去到2022年尾，我哋可能會失去女王，到時會有好大嘅反彈。因為 Netflix 嘅節目同播出時間唔啱，會引起好多爭議。查理斯會成為查理斯國王。但我覺得佢嘅統治時間會好短。佢哋話查理斯王子會俾人雞蛋。當然，今日所有報紙都報咗出嚟，佢真係一個好厲害嘅人。佢做咗一啲好特別嘅事，甚至有啲危險到可能會影響自己生命。係咪仲有佢哋未完全講出嚟呢？佢哋有冇發現 Kate 身上有啲唔妥嘅地方？大量人潮湧向歐洲同美國嘅大門，我覺得烏克蘭衝突咧會變成一場持續不斷、好消耗嘅戰爭。我都覺得咧，中東嗰邊咧都會有啲事發生嘅。我有種感覺，中東會突然之間發生一啲意想不到嘅事，所以我覺得佢哋會自己出手解決。我覺得咧，以色列咧會發動攻擊，呢件事會係2023年其中一個重大事件。我之前講過咧，而家再講多次，
我覺得以色列會喺美國幫助之下攻擊伊朗嘅核設施。我講過會有一場地震震撼紐約。其實我一段時間以嚟都有感覺會有一場大地震發生，而呢件事好有可能會喺4月期間發生。我見到有座橋會倒冧咧，事實上成個基建都會崩潰。我預測拜登總統會發生一啲好黑暗嘅事，佢會被拉落台，好似俾人炒佢哋，而且仲要係接近選舉嘅時候。但我感覺到呢件事可能同佢健康有關，可能係腦退化嘅人因為咁樣阻止佢繼續做落去，所以甚至有可能會有新嘅候選人出嚟競選總統提名。我預測特朗普會贏2024年11月嘅大選。我好強烈感覺到黑人選民會開始支持特朗普，佢哋覺得佢有啲型，有啲潮。雖然而家咁多人針對嘅，我都睇唔到特朗普會俾人拉去坐監，我真係唔覺得佢會被判入獄。但我有種感覺咧，會有其中一個候選人俾人行刺咁樣，會唔會有人計劃暗殺咗或者特朗普呢？我覺得會有人企圖暗殺特朗普，但係最終都會失敗。但佢可能會受傷，或者有啲咩事發生，可能會有針對我哋飛機嘅襲擊，無論係客機定貨機都有可能。因為差唔多時間我都見到直升機着火嘅畫面，我好似見到美國西岸大火，東岸就水浸，有好大嘅風。其實我見到呢，就好似之前英國有座大廈失火咁出咗大事。我見到一座大廈荒廢咗。喺瑞典，我見到斯德哥爾摩，我又見到嗰艘船喺度。我哋嗰艘船呢叫做 Vasa， 我感覺到有人試圖放火燒嗰艘船。會有大規模裁員，佢會對政府做翻啲對 X 做過佢嘅，基本上就係炒晒所有人，再請翻啲有用嘅人。我亦都見到，我覺得 Musk 同 Trump 最終會反面，咁所以我預測佢哋最後會有一場大衝突，同埋政府會對加密貨幣有更多控制。仲有。我見到一個畫面，就係艾菲爾鐵塔喺燃燒緊嘅巴黎背景下，巴黎會唔會有場大火？今年我見到會有大地震嚟緊，會唔會好快就發生？會唔會除咗睇之外，仲有大地震嚟緊？因為我之前就見到呢啲情景呢，好似我講過喺 Santa Monica， 我以為碼頭會着火，可能其實係象徵 Santa Monica 會有大火，因為金火已經燒到 Santa Monica 門口。至於地震呢，我見到太平洋兩邊呢都會有大地震，好似有塊大板塊移動，影響由美國一路到日本。